第一個月是幾月？第一個月是1月，現在是1月。1月正是冬季。第二個月是幾月？第二個月是2月，現在是2月。2月正是冬季。第三個月是幾月？第三個月是3月，現在是3月。3月冬季結束。第四個月是什麼？第四個月是4月，現在是4月。4月春天。第五個月是什麼？第五個月是5月，現在是5月。5月春天。第六個月是幾月？第六個月是6月，現在是6月。6月夏季來臨。第七個月是什麼？第七個月是7月，現在是7月。7月正是夏季。第八個月是什麼？第八個月是8月，現在是8月。8月正是夏季。第九個月是什麼？第九個月是9月，現在是9月。9月秋季來臨。第10個月是什麼？10月，現在是10月。金秋10月正是秋季。11月是幾月？第11個月是11月，現在是11月。11月已入秋。12月是什麼？12月是12月，現在是12月。12月冬季來臨。第一的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第11、第12。1月、2月，行進。4月，可能。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。